多名便衣警到學校調查。警方星期五下晝近3點接報，話屯門官立中學一名16歲嘅男童喺課室入面懷疑暈倒，佢昏迷送院搶救，目前情況危殆。有消息就話懷疑男童有腦出血嘅情況，初步唔排除事主較早前喺課室入面俾另外一名14歲嘅男學生推跌，案件列作傷人，交由屯門警區重案組跟進，暫時未有人被捕。校方同日夜晚喺佢嘅官方網頁上公佈，指事件為學生跌倒，校方已經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，會同有關嘅學生家長保持聯繫同埋提供支援，並持續關心學生嘅身心狀況。教育局就話，接獲涉事學校嘅通報之後，已經即時跟進並且提供意見。警方正係調查事件，局方不宜就事件作出評論或者透露有關詳情。